Hello， 大家好，我係奧然哥哥啊。今日我想分享嘅故事叫做兩隻山羊。森林裏有一座獨木橋，一天大雨過後，一隻黑山羊和一隻白山羊在橋中間相遇了。黑山羊對白山羊說：是我先上的橋，你退回去，讓我先過去。白山羊說：你胡說，明明是我先上橋的，應該是你退回去。他們倆誰也不肯讓誰，就在橋上各對各地打起來了。兩隻山羊打了一會兒，就一起掉進河裏淹死了。呢個故事教我哋要懂得禮讓，如果唔係就大家都有一個唔好嘅結果。下次見，拜拜。